连生女儿一路辛苦了啊！有不有谋啊？好了，子义先要他，子义即将做贼汤。七岁已子义高了万乡的愿望呀，自动孝敬亲的娘，常言道风水当中万字考，我夫妻拜儿郎好为养啊。大姑爷不愧是上世公子，孝心有加哟。弟弟母亲，此情谁心相配？谁比我伤情回？你须渐渐多听我言，养老要到我家来。对是啊，一起走跑到伤心中为养老手心无比少累。二姑爷养妻生父，你看这金手心都想你哟。有啊！先上这里老三姑不离衙门，陈长要为在保定办事成，弟弟是亲家本是多长远，菩萨有应自心，母亲是天下风光喜欢，一样天天可长生。陈亲家教子有方，不愧是小辈。这两对小夫妻真讨人喜欢。母亲，母亲，扬州花园树亭花越大越漂亮，你们要养老，一定要到我家来。哎呀哟，常言道，张旭自动张子，这养老嘛，理当到我家来，理当到我家来，到我家来，你快不要争了，等老夫告老万象于黑，这次场地，你们先到花厅用茶。行哟。你呀，真把你宠坏了。老爷，是不女儿好孝心，更难得姑女婿是儿
接拜寿来了。哦，带来什么寿礼？一上空寿。这个两的野丫头将了个穷死生流落天涯，他来做甚？夫人，既来拜寿，可为之礼，吩咐他们进来。是，三小姐三姑爷，老爷叫你们进来。娘子，请。官人请，令我上前一同拜寿。弟弟母亲有母在上，上大礼拜做谁大也是女儿，起来，起来。罢了罢了，谢弟弟母亲。三小姐，翠玉，你两人从哪里而来？这一厢家境可好？岳父岳母啊！小谢我两人清风雨生情，梦有且呀才会配千金，所有来草大水可来进家。娘子她真心做大事为，开去水，富靠名落深山为空为，列子八卦的心。是娘子却子算来神奇大，因此上百姓当白首白首，一生空手，成何体统？弟弟母亲啊！一官真专程别在西城，空隙而来女儿我夜宴千赠与万赠，为爹娘随阿娘上早许身，知道是千里来把我mau送礼不轻重。红颜真，谁知晓昨夜娇为头所定，可恨妻子
然你夫妻恐不可以力争永寿。不妨，好了好了，彩云夫人，带他们到子房去玩去吧。夫人，即刻就要开业了，让三小姐、三姑爷一道去吧。都在，好吧。上次娘好菜好饭，款待。是。三姑爷、三小姐，谁木来？夫人，为何不让他们一同宴会？老爷，他们上不了台房。来呀！有吩咐奏乐开宴。是，最有开业。哎呦，母亲！
偏往前在指望，沈小姐这些天委屈你们俩啊！不要这样说，嘿啊！我是同来我与那姐妹并非陌生，想当年生活穿着年松海，娶过女多亏说我娘继承，弟弟随我名利女，没此乃望娘女恩。归来百岁无孝敬，娘亲亲自也该应，儿媳不是我爱来生。你管他累生不必同沈姑爷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什么？姑爷此在这里。切，莱阳代表永生不弃，为也不见其乐。你们在这里，我可听不懂。切，430中间有一位空门的子民叫叶伟，子弟破王子，用的破郎子。今朝我独子，可是他有所可到，心中照样十分快乐。我这里与你请照顾，胜过叶伟10倍哟，10倍哟。姑爷真好。彩云，你来看，这是我接弟弟母亲5岁的花样，晒得真好。这里。雅丽，什么事？我们去看看这个穷姑爷长得什么样子。哎呀，衣衫褴褛，面黄肌瘦，小姐不像吗？像丫头。姑爷不像吗？像后头。啊！雅丽，你们在我是些什么？我是什么？你管不着。你们不要鬼眼看人低，你们把三姑爷当做什么样人看待？姑爷嘛，我见得多了。灿兰，哎，你家姑爷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我家姑爷乃是上书公子，上院宗子。我家姑爷乃是宰相圣子，杭州才子。我家姑爷也是前朝宰相圣子，江南名士。我的姑爷扬州随风，一贼一死，基本看热闹，但想铁闸烧
亚文好，国旗好，心肠好，是来云转北中长远。哼，他中长远，你我将会上演。进，你管当多，当多么去当多。你看中这个狡猾之主状元，嫁给他说小老不好了。你这先生，你这大人，你气死我了！不要吵了，杨林，我看儿子也把你宠坏了，此次出言失礼，太不如规矩了。比与他一般见识，彩云，你受委屈了。不，三小姐，是你们受委屈了。不，你们还是委屈吧。也
见，谁知他奉旨来进城请君，老岳父就把年送四八郎，又提起来报国贼父郎亲。二继父也来了，请里面送。里面一个叫双亲，我们不愿进去的。上等之人不进下等之房。那么有什么事？我来问你，我的贴身丫头，你为什么要骂他？为什么要打他？你真是在老虎堆上造谣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儿子，你可知道方才夜里在门外和谁吵架？他骂了些什么？是谁没有规矩？算了，我全都知道。当然也要不自认，谁光欺负小丫脸，丁夫丫头破地间，官身欠了白小燕。况你一生穷双亲，把什么小姐家子最神经嘞？哈哈，扬州的老满是的家规，身体细，谁个轻易来得来？人问说话来的兵，今朝对你还客气。我看你夫妻破仇，不爱分情。儿子、继父都来娘家做客，万望以礼相待，岂能以父欺彼？实话不讲道理。谁不讲理？谁不讲理？哎呀，娘子，这众人不可理，何必拆他？没有这么便当，我们进去。我们进去慢。你们一身紫光宝气，竟不知王族的穷酸之气，何必进来？哎呦，夫人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，夫人！得告诉母亲去。对，老夫上娘去。哎呦。女儿拜见母亲。三成，你手捧何啊？为弟弟母亲布置的手下，列表春行。哦，
哎呀，母亲，这种阿事在我们扬州府中，只配见下等人传用。啊，亚莲，在拿下去是一门功夫不？是，母亲。三成，本年你夫妻穷途落魄，好意收留府内，你尽管得财贵客，还不当面赔礼？母亲，你策马扫家规，儿媳无端理不给，此事彩云可作证，爱我母亲做自在。母亲，你出自会，一心不露不明白。有意挑衅不备人，小心老子大家会便是留下，与我做子。先生，你尽管言我错怪，女儿没语，你尽管言我偏心。女儿不管。啥不背罪，休想留在府中。哟，哦啊！我夫妻一片诚心做事当，不知为何有知恩难忘回。遇大事，富而无家贫。
文人，你要做什么？三位夫妻身无分文，生去滚出了银子给他。不为自贡，不为屈公，怎不与我商量？文人是此地况，我不得已。娘子好不糊涂，岳大人作罪不孝之人，你竟敢为他不明，这几灵了，不要理他们，快回去，文人。快回去。想不到大警察如此苦力，娘子，我们还是回南京去吧。沈姑爷，沈小姐。谁与可与？我也苦了你们。对了，你不要跑下去嘞。
教育有无？是。上官三小姐，不知你们到哪里安身？南京郊外，还有间茶房在此，请可读书。我们为南京去，免得旁人议论，随我去追偏门。你也太没有远见了，小心肝。
继父，你们怎么往不看呀？你们家有两只你这料子，你出的就在地道的不了子上虚荣我了，儿子夸走也好。大继父，兄长，你们委屈吧，委屈吧。哎呀，老爷呀，当在万事乐融融，顷刻之间一场空。女儿姑姑离娘走，大难到来各西呀东。哎呀，老爷。哎呀，夫人啊，天天空空雨何用？我是趁早真相咯，帮忙可叫三成女愿盼雨。不孝之人，他典章于我，被我赶走了。老爷，这是上官爷留下的书信。管子他骂我，不，他是神不上父，父必上身，劝我儿子继承自己，事情已来不及了。孙思想。杨继康请家庭父，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谕：杨继生诬告你宋丞相罪大弥天，本当9日请旨。你杨继康平时忠厚谨慎，从宽发落，今日起昔日为民，草木家产，所出军功。接着。只有到扬州，却得靠女儿女婿了。真是路途遥远，早
亲在哪里？也在大齐府中，大齐府到南京去了。我在门口一站，只见大齐正背着岳父岳母你。我爹的母亲什么打扮？愿望夫人衣衫，上下一身喜。哦，看来我爹的没被问谁，只是高楼望乡。高楼望乡，你为什么不把爹的母亲接到这里来？哎呀，没与夫人开口，我怎么管啊？你真笨！当时我母亲是有30万4万银子30万，这30万4万银子，岂能让我大惊都喷？对。娘爷，在吩咐家的门陪叫先往上师傅。夫人，你要去做什么？去把爹的母亲接到我们丁府来。此事我陪夫人一道去。二妹到哪里去呀？大齐夫，你从哪里而来？我从南京刚回来，可遇到家？没有到家。没遇到家。那我到哪里去？暂时不告诉你。二妹夫，二妹到哪里去呀？夫人不是，我也不讲。哈哈，来，大姐夫请坐，请。大姐夫，但不知道这一项从何到此啊？我从南京刚回来，与你商量件大事。哦，什么事？二妹夫啊，愚兄我为举官司到南京，本听说你相寻谁，家内大人，他要把杨继人请于督察问。是嘞，那你我两家会不会出事啊？因许我当红光举你府门，你想过早言那是谁你这小李孝敬你不在两你，区弟兄台上靠把怪你，两罪沉重有罪有死一生几可同生成别心，生要发人上血本。明知万两小意思，不知是何去小计啊！二妹夫，只因我虽来不便，你先借我5千两银子，与我同奔你府，同享荣华富贵。这银子的事嘛，但要同我家夫人商量呢。哎，二妹乖巧不做不用之事，这同伴你我的数天嘛，我就替你代别了。好，大姐夫一肚子不塞，此事就摆头。来，大姐夫去。大姐夫去。你的母亲最好。你的母亲请上座，随女儿大礼长辈。女儿大礼。谢对的母亲，来呀！你见老爷老夫人准备香汤沐浴，更往绫罗衣裳。你见老爷老夫人随手无妨，熏香贴皮。哎妈，一切准备停当以后，吩咐师
下酒宴。女儿不必铺张了。是啊，是几的两不是瓦神。哎呀，老爷夫人，二小姐想念两位老人家，是哭到了眼里，得的，哎呀，谁顾呀，谁顾？弟弟母亲啊，上师傅把老爷夫人的香炉物件、银类包裹，统统都搬到我们地府来。慢，弟弟，还有什么吩咐？儿郎，为父死去一无所有，哪里来的降龙我钱用？弟弟，此话怎讲？儿郎。
何故发怒？弟弟这把前生不听使唤，真叫人生气。弟弟母亲，你们说说，我区区谁来？老爷夫人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什么？二小姐一听老爷的真情话，脸色就变了。哎呀，彩云，你二小姐从小就是这样，一为儿哭，一为儿笑的。夫人，我跟二小姐没有大小姐黑头，我去请大小姐来再做生意。妈，雅玲，你要做什么？当初你这个天生，仗着老夫人宠有你，打了我一巴掌，我生气腾身。如今你东家失势了，这一巴掌我要当完。雅莲，你滚！不为什么不管？彩云，老爷，彩云爱当自小，只怕你们这里治不得了，我去请大小姐来，请你们委屈。彩云，夫人，看来彩云言之有理呀。老爷丫头不好，与小姐有什么相关呐？儿郎，为我服众尽了，梦里荷花天色夜，快陪父母用船去吧。弟弟，此事不巧了。真是不巧。你女婿说今天要了扬州府上，随荷花厅请客吃酒。不在荷花厅，可以另外设宴嘛？是啊，上到自己的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用船嘛。对，母亲说的对，自己的娘不是外甥，随便哪里都好用上的。雅莲，哎，对老爷父手到厨房吃饭。两位老人家误会了，随我到厨房吃饭吧。老爷，这样消息，我倒要尝尝这个味道。是。进来了，还没弟弟母亲到厨房吃饭去了。吃吧。弟弟，母亲。
与我白菜陈醋来回想，要不算公你妇女都还阳。我谢，我爱惜的，你我老爷，老爷。要把无言离去讲。我只要一张床子，到过阳生衣裳，门来敲打，天大官司我不怕。天哪！弟弟母亲，万岁女儿委屈吧。不许走！没有得到我的同意，怎管收留他们？官人，他们是我的生身父母啊！在家中父，你可以听他；出家从夫，你就得听我。不要理他们，快回去！官人，快回去！啊！
起来听我说话。你给我起来！你只能见到把胡乱讲，你想过本是当朝大忠良，杨继人受不是黄州本，他才是继承马于好下场。你父亲携手为民生育才，我只是手里有他要走样，或者我要拜你相做你父啊，当来早地王人为同娘。容许你回家去领父这粮，送他们作为还算最乡。我家也差50两银子，可算得孙子你尽了。好，娘子不用回家去拿，二妹接我也有。杨莲，哎，取100两银子，再加2套衣服。什么媳妇？我大姐府中缺什么新衣服，我丁府也缺什么新衣服。是。不用了，夫人，把衣衫脱下来。爹爹母亲，这家女儿是好是好，是好是好。这等生存束缚的东西，为父一个也不要。哼，其实，哼，才光我要马走，今日与我走。儿啦，儿啦！这孙子，他是挺能相信。儿啦，去吧，今日与我走。
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为父不在家中，可有客人来过？弟弟用兵啊，朝生狂来风雨下在，家的兵马可来对，孩儿忙到大门口，看着新的老身莫面催，你我几岁不惧，浑身是绿领带，鲜花之余彩原来是岳父岳母当军。我不知他们会讲了些什么？弟弟，岳父黑夜里上路，深深爱我富贵君，哇嘿风波多些交，小心今生也成罪。小子为民本负债，为什么草木家产钱万岁？再可恨遇不到养嘴找女婿，一个个伸手祝福不作顺。你们快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把几份书信。我是为人的中国的君王，红心花路结光子，他让你又悄悄藏去，我想你弟弟，他本是你要好亲家同常遇，可今年只为何来？为相，为我最好。呀，老头子啊，侬与普渡山回来者啊？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耶，问心问话，哪两个人跪了地高头做啥？母亲，弟弟为了孩儿，心里要父要母，大方来的。母亲，弟弟要将岳父岳母说出府门啊！请我过这哎呦，子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与我啊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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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夫人，你可知此事非同小可？哦哟，啥个大不了啦？喜得亲家远道而来，问心问话，快去请亲家公、亲家母出来，还一杯团圆酒。是。大哎呦，老头子啊，侬做啥委屈啦？夫人，你可知闭门家中说，我从天上来，那阳气看来不祥之人，怎能留在府中？啥？哦，亲家上门不祥之人，留他不得说出府门。哎呀呀呀，老头子啊！我看侬此番与普渡山嘛，啊，特不顺心在。我已见得，侬个良心跌落，不牙狗吃脱在。哎呀呀，气死我了！我是老爷呀，老爷说话发中啊听，真骂亲家不像你。当初是弄个东昌鱼，同你那个为国业余情，常来常往常相见，上上那个儿女配成婚，与情有义与缘分，两家成家一家人，事情亲家早在心，千里迢迢找上门，真要人用知不懂，哎呀，皇帝也与朝啊亲，留下亲家我做主，
只为何因老爷都要仔细猜，仔细猜啊！却莫做六七八十的事啊里谁啊？弟弟，千万不能说醉话，老弟弟不能说醉话，弟弟。想办法，你们不也求了？要不想不到千里奔波，到此碰壁。哎呀，真是可惜亲家公，亲家不在。老头子啊，难道就没办法可想？办法？哦，办法倒是还有一个。哎呦，快说，快说！新家的大女婿于子云，已被你相国为义务，我被亲家前去恳求于他，想你相国被谁认出，让亲家留在府中。我绝不去见那个神在造风一贯尽责的于子云，陈兄告辞了。亲家，有请。
我只能低头下拜不灵。有奴已经醉了。啊！弄个死老头！
二弟，快进来。嫂嫂，我这里有把米一斗，我有问银二两，还望嫂嫂收下啊。二弟教唆虽是微薄，为啥正好生财于你？长嫂为娘，理当孝敬。你兄长他上京官考，至今不见音讯，你又为啥多当听亲帮消息？嫂嫂，向我兄长才告知他，此番上京官考，定能金榜题名。待小弟去到街坊之上，当听金榜消息，回来告知嫂嫂。此次与老二弟。二弟，二弟，多谢嫂嫂。
嫂嫂开门，嫂嫂开门。二弟，哦，二弟，你快去拿姜汤来。哎，夫人，老爷，夫人。哎呀，是彩云，彩云，老爷夫人在哪里？在陈王娘。二弟，你叫他去为嫂去来。哎，啊！哎呀，嫂嫂，嫂嫂！啊，他怎么去了呢？叫我怎么办呢？姑娘，请下姜汤。姑娘欣喜，请下姜汤。姑娘欣喜，请下姜汤。啊，你，哎哎
想救你，顾不得男女之间有大房。这草房是路稍稍一阵子，就你来
长走一路，稍稍两三层。是沈小姐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还是扶他到双沙房中歇息片刻。老爷，彩云她不知去向了啊！我们还是到那边去天荒地动，如影走斜，我们不是也死了吧？夫人，若恨你生国才为报，我万不想死你。天动公事落难成，我心中还有一片惶恐。好彩云，乞讨走成去行乱君城一心希望去三层。一个个亲生女儿都靠不住，争取找来我所走的不孝顺，一痴心妄想与何用？
万岁苦啊！都是彩云常理想我，不知他到哪里去了。彩云他就在我家，弟弟母亲进去自相，弟弟母亲来。弟弟母亲来。彩云，彩云，彩云，夫人，彩云，彩云，彩云，沈小姐，彩云。谁闻彩云无言尽，关机大你好良心，相问的痛苦奈你情没完，娘亲。彩云，神的神来心比心，三层彩云，深情深。万年修禅是悔恨，娘，谁万山尘我彩云，只有娘真孝顺，哎呀真孝顺。爸爸，快来暖暖身子。二弟，快来接过我弟弟母亲。哎，这儿真是喽，拜见杨家伯父伯母。少礼。彩云昏倒在雪地里，多亏恩公相救。哎呀，多谢恩公。嫂嫂，饭已上好，还请伯父伯母指望用膳。弟弟母亲请。哎，快去玩去吧。来到故乡新地头，寂寞模样不给去送神，谁说我君王为民为情光，长命君一路四方到南京，迎来不见君兵符。大家众相为我亲娘三层开门，三层开门。娘子，你为娘子，
夜送小门神，不到门神富贵中，投靠夜送八官神。官神失出难前往，为妻灭门把举分。只因官神不亲昂，不做夜送我小门神，得罪老臣被称义，因此你不怪为了一生气。娘子，此番进京赴考，我得了七身情安。确实信我，娘子，你来快！你是道不当门生无官做，对靠你送我大官生，了你不把你送靠，哪来金到你手？传得好，原来是岳父岳母驾到，小婿大礼传备。不用了，你是所谓的三寸的文化。为了得到这口技艺，小婿是去拜聂送走了门神，是为后。想不到你也是个黑是心非，却也无私之身。冤家，你怎能不忠不孝，轻财不分？你只要夫妻到老，这金银来亏我跑掉呀！慢嘞！我们还是走吧，走，我也走。去吧！啊！岳父，听小婿下请禀告。叫岳父啊！我家小婿来错会，细听我诉心为。那夜送我个衙门把军礼，多少个忠臣良家传长哎，岳父的梦远漂泊无家归，继承说王朝却在更空哎，因我早已立下自坚子，绝不把一片丹心化成灰。想朝廷开口去是为自公，那年说毛肚牢笼状元才，多成高远政治为自来将计就计抢回来，对门谁把相国的巧语老着长往来，是要去光城恨把也送到，你将也送到了，当了，他当我心。
67岁为情爱，要远近出京来。一路上为佛四方查经道，丈母也出一趟开城。平日是上元走门金万岁，落地方。亲自明了为不自己为民之人，当成我兄妹。官神，娘子，倒是老夫一时心急，错怪联系了。不妨。三哥爷，彩云，多蒙你照顾儿郎。兄长，兄弟，娘子。正在此血话。哎呀，娘子，哦，原来岳父岳母驾到，小婿他的背着谁呢？夫人不要理他。娘子，三姑爷、三小姐为父，夸夸有情。为夫皆用我躬身施礼。
情是如此娘子玉，大人，你的手指所谓情理难用，大人，这况在亲戚份上，你就饶我这只一次。有记着我别当初。来呀！有将这夫妻妇女少年寡子事都滚流出去，永远不许上门。要不走。哎，这阵亲家见家到府，夸夸有情。老头子啊，来。结果岳父岳母，也是女儿吧？谢岳父岳母，谢父爸父爸父，是嘞。啊，陈亲家何时到来？但为亲家百岁日，老夫当年飘零四方，无人谁来？今日亲家他来拜岁，是老夫好不惭愧哟。亲家公，亲家母，我个老头子嘛是没搿只面皮来把手噶。今朝啊，是我硬不伊拖得来，向亲家公、亲家母赔礼道歉噶。亲家当初只怪老兄未遇见当，冷落了二位亲家，都休得噻。看在亲家母份上，不贵呀，不贵。你我万事要好，亲家应当要好，应当要好。请两位亲家花厅用茶。老头子啊，来。居民啊，居民啊，居民啊，先生，母亲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我戴上眼镜。你管。母亲，前边是里天生活，讽刺我银龙美夫郎。说什么十四穷归中上元，情愿挖他银一裳。我要为上妹夫妻成娶亲，银桥他与父子不牵挂。母亲，一见前生怒火，怎管到此老身呐？母亲，我是你女儿啊！谁是你的母亲？弟弟，弟弟，先生，这我是你亲生女儿啊！你给我滚！我不准！为什么五个女儿都来拜岁，偏偏要说是我？今天你们不生我女儿，我死也不罪，死也不罪！为父，一代先生来了，夸夸有情。先生，你来看，我有这个孝顺女儿，生你8倍。